宣调，也我是我的石盘，我的技术主啊，愿我嘴中的言语、心内意念，伫你的面前，通得到感纳。现在请咱大家备办好咱的心，咱要三脚来祈祷。永远愿是上帝行日，永远无变，愿听你。恳求诚实，变人讲你，若钱也变难，都伫愿是。永远愿是上帝行日，永远袂变，愿听你。恳求诚实，变人讲你，若钱也变难，都伫愿是。永远愿是上帝行，主啊，爸比上帝，永远无变。我满心的感谢你，听你，恳求诚实，变人今日就阮过一摆，透过路网络的这个礼拜，伫阮家己的厝内，要三脚来敬拜你。阮个主的怜悯，我会通用着心灵甲诚实的敬拜来服侍你，互主你的名得到荣耀，互我每一个家庭会通将这上帝要祝福的一个管道。互亲爱的爸比上帝，恳求你来拯救阮脱离属灵的这冷淡，以及意念的这个分散。互阮有安定的心思来敬拜你，互阮虔诚的这个忏悔，会通得到恩惠。恳求诚实，恳求你保护阮家己姊妹，伫这个喜悦病毒也阁无平静落来以前，唔通互阮受到病毒的这个搅扰，互阮会通专心来挖过主你的保护。永远今日我过一摆，也阁主你的心宝座前，要来谦卑听主你的话，恳求主来洁净罗卜的嘴。诚实过一摆，来感受阮的内心，互阮会通得到福气，有蒙恩的一日。阮诚心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做伙来听上帝的话，记载伫约翰福音16章第1节到第4节，以及33节。第1节。这个事我已经甲恁讲，互恁免伫着走。人要叫恁出会堂，搁时到，凡那杀恁的人，也要掠这做服侍上帝。因要行安尼，因为毋捌爸甲我。拄则我有甲恁讲，这个。是互恁到时通记得我捌甲恁讲。我对起头无甲恁讲这个，是因为我甲恁伫咧。我已经将这个甲恁讲，互恁踮伫我有平安。伫世间恁有苦难，独做恁通放心，我已经较赢世间。第二位的圣经节记载伫马太福音25章40节。王要应伊讲：“我实在甲恁讲，恁既然惊伊伫我兄弟至未世的一个，就是惊伊是我。”第三位的圣经节
记载伫马可福音13章11节，人拖恁将恁送高的时，无你事先看路要怎样讲？当迄时所想述恁讲的，恁着讲伊，因为毋是恁家己讲，就是圣神伫讲。这是上帝的话。读这本册，甲听遐的有言，佮遵守其中所记载的人，真有福气，因为日期近啦。阿门。俄罗上帝祝福，美丽报道。上帝赐福，美丽报道，东西南北真水风景，春夏秋冬最受福三命，历史悠久，人格地灵。土地水秀，不散丰盛，风调雨顺，五谷丰收。珠龙江上永存东营，安固落叶生活安定。远南寡湾遵守主命令，来我政治正义公平，家庭社会袂起纷争，全国受稳，享受太平。原主道理到处通行，全国百姓做主孝心，教主法度存谈圣经，事愿台湾万代昌盛哦。各位乡亲，各位士大，各位亲爱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大家好。这个丘吉尔是，就是这个20世纪一个世界真出名英国的政治家、甲文学家。伊捌两摆担任着这个英国的首相。所以当这个英国受到德国攻击的这个期间，伊引带着英国的百姓来度过这个加入世界大战这个危机。所以当伊要离开这个世间的时呢，伊亲手来安排好势，伊家己的这个追思礼拜，所要念的这个圣诗以及整个这个追思礼拜这个听书，并且嘛选择圣保罗大礼拜堂做追思礼拜的这个场所，所以伫这个追思礼拜迄日，一切听书拢总是按照着伊所安排的节目来进行。最后，当牧师徛起来祝祷了后，教堂的伫一个所在有一个喇叭手起来分这个时灯号的这个合格的声来，一切拢是时灯暗晓啊！一代这个伟人就要行入这个历史咯。就当大家准备要散会的时阵呢，忽然间伫教会另外一边，佫吹到这个起床号的这个合格声来，所以在场的人
拢总是哈哈大笑。这个丘吉尔一向是一个真幽默的人，伊用着家己所安排这个追思礼拜，来向世间人宣告一项大好的消息，就是人的结局毋是死灯号，乃是一个起床号。因为主耶稣已经过来了，而且伊要搁再来呢。所有相信伊的人，拢要过来，甲主耶稣基督做伙做王。这拄拄是一个赢过死亡、充满毋望的这个宣告。咱对伫苦难，一般人的反应，大部分拢是这个负面性的这个想法哦。伊的原因就是有真可能在伫这个过往苦难的经验中所带来这个心灵的这个创伤的这个记忆，以及对所产生出来迄种对未来生命这个无安全感、对抗议的感态，这个历来人类共同的这个困境，所以。咱当然嘛，着伫这个和平的时间内面，真正的这个欢喜快乐啊，总是却永远无可能袂通袂记哩。咱捌伫这个苦难中流目屎的这个记忆，所以伫这个笑容的下面，稳重拄拄是这个潜意识、潜意识内面这个苦难的这个上热。基督教对某一个角度来讲，是一个受苦的信仰。正如圣经所记载的，主要所互人凌辱、钉死伫十字架顶。第一世纪的学生因也捌试过闪避罗马政府的这个逼迫，因受逼迫，拐入监牢。因传现出上帝稳重伫因背后的这个稳定，并且留着真侪这个激励人心的这个文字的遗产，所以因的影响力直到21世纪的今仔日啊。伫世界的落尾的今仔日，一个用听最忠心的信仰，为通保护这个时代上受苦的灵魂，通有偌济程度的这个安慰啊！基督教的这个苦难观的中间，写甲上清楚的就是圣经内面这个约伯记。约伯所经历的苦难，那就是今仔日咱所面对这个喜业病毒的情形。人生的终极的目标，是要荣耀上帝，以及享受上帝。不过呢，伫这个喜业病毒疫情中间，伫迄个生死边界咧挣扎的病人，因为厝内的人无多起来陪伴着伊。甚至牧师嘛无法度来替伊做临终的这个祈祷，所以真孤单，真傻逼死，静静来离开这个世间。既然无法度享受上帝，也无法度来荣光上帝啊！所以当这个世间到咧败坏的时，人会怀疑上帝到底伫倒落啊？当这个喜宴病情伫车柄真正生活的时，基督徒嘛，你开始怀疑呢？讲大水泛滥的时，上帝是毋是也有愿伫掌权呢？对受苦的人来讲，最重要乃是减有人了解伊的痛苦，有认同到伊的这个处境无，要甲伊做伙来化险出来心中的抗议嘛。上帝并无永远，信伊的人拢是为一旁风顺。却因为了要甲因同在，因为这个同在就是上界大的安慰。上帝并无叫咱讲一定得爱去解释这个苦难的原因。其实上帝家己嘛无上像你解释苦难存在的原因啦。上帝只有爱咱会通甲受苦人同在，甲提高人做伙来提高，甲欢喜快乐人。做伙来欢喜快乐，解说受苦的原因，无拄拄会通安慰着迄个受苦者。多多只有认同，
体会接纳，才会当互悲伤的人得到淡薄的安慰。所以苦难来临的时阵，要车变约别的，唔单单是为何上帝允准苦难临到义人呢？上帝远远离开，迄更加是互约别感受到痛苦的代志。约伯真侪只会埋怨，是讲我看袂着你，你为何面无看我？我却无要见你的面等等呢？对约伯的埋怨中，咱能看到约伯上在意的就是甲上帝的关系。只有圣经中的上帝，最后所基督的上帝才受苦；只有圣经中的上帝才为互人伫这个无意义苦难中、甲死亡中，伫苦难甚至这个死亡失败中，找到某种的意义。这个意义就是最终的胜利，毋是苦难甲死亡，乃是疼、公义甲和平。最后所基督的上帝，是诚做生存伫苦难中的朋友，甲人徛做伙的上帝，甲受苦的人同甜同苦的这个上帝。伊是一位同情的，甲人共同患难的上帝。伫伊未改变一切，的是对人将人对罪恶、苦难中、甲死亡中来拯救出来，将人类引带到这个终极的正义、彻底的这个和平，甲永远活的上帝。所以咱才做一个基督徒，咱的生活方式，唔单单是因为咱家己的生活尔定，共同更加共款的，就是影响别人的生活。伫这爱尔兰有一句问好请安的话，伊讲：愿你活出人生的每一日。这拄拄是主要所基督来这个世界的目的，主要是要来帮助咱活出人生的每一日，活出丰盛的这个生命。伊讲：伫世间你有苦难，就是你通放心，我已经赢过这个世间。这是主要所基督伫上世纪的这个头前年，伊对伊的学生所讲劝勉安慰的话，到今仔日同款的话，犹原得安慰着无数我阁有上帝度过信心煎熬的这个灵魂。为着要表明这件代志的重要性，老约翰讲，这是主要所基督对学生最后的讲道。因为接续就是伫17章大祭司的这个祈祷，18章主要所受掠。那么到底主要所伫16章讲什么话呢？第一节主要所讲，我已经将这个代志甲恁讲。第4节讲主要所讲，我将这个代志甲恁讲，是叫恁到时通想起我对恁讲过了。我起身无将这个代志甲恁讲，因为我甲恁同在。咱的主要所基督伫圣经内面已经将这个代志讲互恁，是要叫恁到的时通想起主捌对咱讲过。所以时若到，伫这个末后动乱的时代，人将阮拖去交互这个官员的时阵，毋免有先看路要讲啥，到时说咱的什么话，咱就讲什么话，因为讲话的毋是咱，乃是圣神。耶稣基督伫2000多年前，就为着咱来超前部署。伊讲吼，我已经将这个代志甲恁讲啦，互恁无到抵触到跋倒。如果无关系到面对患难的预言，最后所学生会感觉到真惊吓。总是呢，后来学生想起这话了后，就得到真大的安慰。有真侪人拢会因为这个环境，还是应该负责的人来受气，还是讲犯罪的。总是最后所知影，必须要有学生通面对
特别改变的这个事实，伊将这个代志甲学生讲，互因无得到跋倒。这个跋倒伫这个希腊原文就是受气犯罪意思。这个代志是最后晚餐的时的假时，所指的学生将来要自负着受逼迫。你看，最后所基督，警告因吼，毋通为着要改变的代志来受气，并且因为安尼生来犯了罪。伫这个顺利的时阵，爱先为着艰苦的时阵，最好准备代志的改变，互人确信好日子袂永远继续落去。所以咱必须要好好的备办，免落入去这个受气的陷阱内面。生命毋是用钱财通来比拼的，因为钱财随时会当离开咱去，所以你袂通将个人的这个价值建立伫所得到的这个钱财顶面。改变真可能互你变甲一无所有，双手两片姜，什么都没有。你若无期待，还佫会通保护这个目前所拥有的，就袂受到改变的这个影响。咱来主要说，从这暗家生所讲的代志，做了一个总结论。伊家生讲，恁着爱有勇气，虽然因一定会面对着苦难甲折磨，总是因毋是孤照伫奋斗的，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到最后的胜利。如果那是为记条最后所已经得胜，即便就是最痛苦的时阵，也通伫因为基督的平安，来互咱帮助咱安然度过这个难关。那么伫这个社群媒体中间，不时通看到真侪教会机构发出这个大倒的消息。伫全世界新冠肺炎病毒的疫情拄大流行的时阵，真正搁较需要咱举起这个基督的双手，用真诚的态度来代祷，来参悟这个世界的这个伤痛。那么用这个代祷来参悟世界的这个伤痛的意义是什么呢？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大先的就是用着真诚的态度咧祈祷，参悟着受苦者的这个伤痛的中间。当咱看见世间的受苦者，基督徒应该起来，实践信仰的见证，展现人民的这个情怀，也期待有更较侪教会通爬起来，诚做有慧力，通为着别人设想的教会。面对受苦者，最后所基督教师讲着，这个代志既然做伫我这个兄弟中间一个姊妹式的新旧，就是做伫我的新旧了。这就充分表明对这个受苦者的认同。所以，当受到为着别人做过什么代志的时，其实呢，就是指出咱必须要大声甲人相做伙，真正参与伫进入这个受苦者的这个实际这个状况的中间。受苦者是无需要代言人的，免替伊讲话，乃是需要的就是会通有聆听心声的人，甚至会通甲因做伙兄弟姊妹，对这个角度来重新看待圣道的这个祈祷。祈祷就是咱必须用着真诚的心来参与伫受苦者的伤痛的中间，并且期待着上帝恩慈的这个回应。基础第二个就是透过祈祷参与着上帝的这个伤痛。面对着人类的另外一个实况，就是人背叛离开弃绝了上帝。当人不断地满足自我的欲望，不断地自我碰撞的时，第四个不公不义就远远离开上帝原本创造人类的这个心意。这款的状况，要互原本的受苦者雪上加霜，愈艰苦。所以当这个罪当时，佫是公义的上帝面对着人类历史的最后的时呢，伊亲像经历着受逼、
陪伴。第四个，处理人永远无法度去理解这个孤单的中间。对教育正先知所表达的这个怜悯，咱试看下，要去体会出上帝内在这个伤痛、甲痛苦的这个纠结、纠结吼，就亲像上帝伊独生囝主耶稣基督受钉死伫十字架，迄个病仔囝的关系，疼伫心肝影的，伫心肝影这个疼你的疼。所以祈祷另外一个参悟的意义是，借着祈祷，人参悟了上帝内在这个伤痛。要提醒人，需要常常重新对这个焦点对伫这个十字架福音，回转归向伫上帝坚定的这个主爱。所以我亲爱的兄弟姊妹，咱随风知影，这个灾害虽然什么时要来，咱唔知影。所以主耶稣基督爱咱，唔通亲像世界人一样忧愁惊吓。颠倒变的就是讲，咱着爱存着这个信心，彼此相扶持，因为知影上帝要掌管万样代志，答案就伫上帝手内底。咱若是存着这款非常的信心，就已经备办好势，会当面对未来任何这个状况。用着祈祷面对神圣的上帝时，咱着毋通做伙为着施舍，病毒疫情、天灾人祸、受压迫者、痛苦的人等等，用火热心来代祷，共同参与伫上帝作为的中间。阿们。回应诗歌，我要单单仰望主。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是我的帮站。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是我依靠。我要仰望耶稣，我要仰望你的眼光。我要仰望耶稣，仰望耶稣的眼光。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是我的帮站。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是我依靠。我要仰望耶稣，我要仰望你的眼光。我要仰望耶稣，仰望耶稣的眼光。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是我的帮站。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是我依靠。我要仰望耶稣，我要仰望你的眼光。我要仰望耶稣，仰望耶稣的眼光。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是我的帮站。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是我依靠。我要仰望耶稣，我要仰望你的眼光。我要仰望耶稣，
仰望耶稣的眼光。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我要单单的仰望你，主耶稣。是我的帮助，因你是我的帮助者。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我要单单仰望主，因为你是我，因为你是我的帮助，我要仰望，我要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我要仰望你的眼光，仰望你的眼光。我要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仰望耶稣的眼光。阿门。我要单单仰望你，主啊，我要单单仰望你，因为你是我的帮助，因为你是我的帮助者。我要单单仰望你，主耶稣，因为你是我，你是我的王。我要仰望，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我要仰望你的眼光，仰望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我要仰望，我要仰望，仰望耶稣，仰望主耶稣，仰望耶稣的眼光。阿門。咱这段阿头三角来祈祷，亲阿爸悲伤的我感谢你。今日的网络礼拜，透过约翰福音、马可福音的教示着阮就爱思想，我将这个代志甲你讲啦。所以我拢知影，灾难随时随地会忽然间来到伫阮的中间。所以主要说基督，却毋爱阮世间人，甲世间人共款。忧愁惊吓，得到变的就是爱阮存着信心，彼此相扶持。因阮知影上帝是掌管万物代志的，所有答案拢是在伫上帝的手中。咱若常常存这款非常的信心，就是已经备办好势，为了面对将来要拄到的这代志。所以，当我用祈祷面对神圣的上帝时阵，我真望做伙为着时势、病毒的疫情、天灾人祸、受压迫的病痛的人等等，可以来替祈祷，共同参与伫上帝作为的中间。所以，无论如何，环境搁再怎样变化。既然病毒怎样会吞到阮，拢着爱注目看主耶稣，无过是着环境的这个影响。因为主耶稣是阮患难中及时的帮助，我着用这款的信仰的态度来展望将来，重新立志，勇敢来行头前的路程。因为阮确实上帝要甲阮同在，但主耶稣基督是阮。既然病毒的撇难所，可是阮生命中会当建立伫这主耶稣基督的内面，会当国家来仰望遐个无真捌主的同乡朋友，会当早时来接受主耶稣基督福音，因为主耶稣基督要受咱凡事拢顺利，身躯得到健康，灵魂也得到幸福。愿眼光归伫天父上帝，有人照着运行伫阮心内大权能，常常足足成就一切，超过阮所想、阮所求的。但阮同心的祈祷，拢是我搁主耶稣的圣名来求。阿免。但这条老师要甲恁祝祷吼，愿天父上帝主啊，甲怜悯。最后所基督恩典，圣神保守的感动、甲交通、甲亲爱的姊妹同在，伫教有见主的面，迄日奉爸囝圣神的名，阿免。亲爱的姊妹，
今日这个网络的礼拜，到这过一段路，愿天父上帝甲咱十个伫咧，大家平安，再会。